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故称解说2句话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评咱来听一个民间流传的4句联，扣几句形容词。见面讲阿君生水白稳稳，目睭浮漂定相顺。菜中可比绿得笋，花中可比牡丹盆。吼，菜中可比绿得笋，花中可比牡丹盆，这个形容。讲你安尼生做白泡泡、硬绵绵，啊目睭浮漂咧，目睭浮漂，现代词典差无。毋过既然4句联人有咧讲，我就专工去编，编着台语大词典日本时代专家所编的。原来解说就是讲轻浮啦，恁来目尾会共交啦，毋那啦。即个阿君啊，毋是干那目睭浮漂、定相顺尔，尤其互人感觉感慨，就是讲话阁真开阔。国情啊，开阔。这有哪形容词呢？对，我那现代词典差无，毋过我去编。日本时代台语大词典内底记载，也有讲有做开阔，也有讲有做开口。总讲啦，就是专门咧讲互介绍家己做袂到，讲迄个含的啦。讲要带我游山玩水，讲忠心要甲我有头有尾，结果到路尾拢无影，无一只，敢若骗我的心肝。即款的薄情郎。即款的菜花芳，莫怪我伫咧家业出去昏天怨地。毋则吼，另外一句形容词，讲阿君啊，阿君，你将我的心肝牵条条，偏偏你做人遮尔刺激，我来甲你高情，你情拢毋放。刺激，原来形容词，刺激安怎样解说？我伫社会咧听2种应用，一种就是讲，即个人手段真极端，也有人用刺激来表示。另外一种就是讲，这个人吼真当算啦。毋则我去查日本时代台语大词典有影有解说呢，有影讲这个人就是一毛不拔，安尼或者刺激当算。国情头拄我淡遮应用，就是讲阿君啊，我所爱的人啊，我的心肝已经对你行，已经相思操心八百为你挂掉啊，已经卖饭毋食，叫佢向上爱讲你做人才刺激。你的情拢毋放，你就是伤过当算啦。当然，我是小可吼用个硬拗的，要将这3个形容词用4句联安尼个轻巧做对，原因就是啥？原因就是讲国情啊，有影。我伫社会甲人行东往西，甲人往来的时阵，有影听到人嘴里来搁咧讲这个形容词，毋则盲讲对过去的词典整理出来，但毋则互朋友听了，咱来讲搁再流传。